個各位，我咪個冇聲啦。各位聽眾，歡迎人在這對來收聽檳榔福建的幾個節目，幾個故事。這裡排位幾下走去搭到下？你冇 label 咩？係咪啊？當今我覺得在這對嚟講，佢哋話後尾未見我食。幾個故事了。這大家介紹我特別嘅變成性，特別嘅變咧，就是 Clubhouse 入邊嘅豆嘅歡迎。Clubhouse？唔是YouTube，唔是 Facebook，唔是嗰啲叫咩啊 ？Google Meet。我只個講佢，我記住。Google Meet 係會豆嘅阿龍。你好，個他三lak沙，大家好。當今晚去 Google Meet，Google 唔是香港 Google Meet 佢哋 Club Deck 嘅 Clubhouse 嘅南西歡迎。大家好。แล้ว南西是當名稱嘅佢哋嚇。好啦。แล้วก็半減啲。走嘢喎，人嘅樹走嘢喎，冇咁啲。應該是。是啦，已經困咗啦。困咗啦。冇咁啲交沙字。Hello，個阿波別使講。Hello，個อาหาร歡迎。Hello，大家好。แล้ว這個禮拜咧，往時尾嚟講。第一啲後尾一道我講幾個數，講一道就把刀無幾個數英文。阿龍嚟講你幾個數，即是話本來學緊後尾一集幾個數。阿龍冇 update 嗬，頂幾節講 update。我就梅灣啦，就梅灣。我頂幾節講幾出嗰時錄嘛，你係出嘅幾個數嘛，講係 video 呀。尋你走開物件，特別當者。你講最近日我都會講話怎麼無落嘅嘛？對啦，我走開一邊嘛，我走開，我常常我會聽到你尋啊、杜啊、橋人喺聲。安尼聲啊，我哋聽，我聽，就是我房間啊，我哋房間我聽到聲啦，我驚走開。佢冇看到半行嘅喎，我咗無大無數嗰啲拗嘅刷嗰時，伊頭姜做乜事叮當啊！我until now我都是冇明白嘅啫。阿龍，我就未咁樣問。你講下，你是講無大無數還是無數無大？我講無數無大喎。無數無大會使啊！我是講無大無字啦，有當時。哦，我是講無數無大。OK，你講。actually 是無數無大，無大無數。無數無大，無數無大，跟一人講啊，無數無大。哦 ，OK，我覺得是講關係嘅，我唔明說嘅。OK，來。常常我聽到伊聲，伊盤叮當嘅聲，你無叮當嘅無地準無吧？伊盤種水嘅叮當，我按掉那我就是無明白，我就是真生氣嘅，無鳥出無下面無嘅，真正零零哩哩嘅，按出伊嘅叮當我無明白本咋？你我見下。呢就上特名本咧，係咩？姑姑一擺係咪？伊唔是，姑姑一擺咯。伊姑姑一擺，一下有我就斜驚者咯。姑姑一擺咯。我見到啲呢個，即是我喺度頂咯，等於我喺度頂我手嘅，我喺度頂住頭頂是我嘅 laptop 咯，係啦，我係 display。OK， 我 share 你 screen 台人，其實咪看 YouTube。OK，我俾人做可能，我要 share YouTube 可能。我個俾可能看，我俾我電腦可能看我自己會啊。係我直到頂，我到頂對面有一排物件咯，就是講我到頂是一個 working table 來 study table 來，伊對面有一個 compartment 喺頂面有嘢，所以我係使下物件，然後係一條島喺頂，所以我有一個 compartment 喺頂嘅，對面有一個 compartment 嘅，係咯，你好，佢哋見住你學生會數咗，
然後正邊啊，今日這裡是我嘅 dining table，我有一個 dining table 嘅一邊，我今日刷過來這邊食飯啊，然後我就冇物件要做，所以我變過來點做，然後我隻阿妹是我嘅正手邊咯，到頂嚟本啊，我做這個物件當時我阿妹就是目睭看袂到嘅嘛，好啦，其實這裡好真奇怪嘅，我行啱睇到有物件叮當嘅聲咯，啲我到頂位嘅就，一時有一項物件刷啦，還是有一項物件加樓落來聲嘅就，一直想啊，所我想啊，安尼聲就，有一個安尼。安尼聲嗰度，有物件安尼聲嗰度，所以我就聽到咧，我就變頭過來咯。然後我冇物件，我就你猜講佢哋聲是倒落來嘅咋？然後 immediately 就時候就講上家你走卡嘅聲，我想到咯，我想我就怪啲，我後面物件加漏嘅聲，拔刀嘅聲，我冇物件叮當到啊，又冇講有一個物件拔刀嚟嘅時候冇啊。我是奇怪，講係咪數？有係咪按照有嗰啲時候，我按照呢我都唔知啦。啊，第二呢時候頂一個禮拜咧嗬，因為我阿妹當然韓國嘅，點解10點半咧？我是有一個 course 嘅，我阿妹，所以我阿妹嘛10點半啦起 course 咧。係咯，我係頂面有一個講8文啦，講啊，我講8文咧嗬，有一個 picture， 一個 drawing 啦，又是一個 frame 啦，迄個 frame 有一個卡掉，變拄掉嘅，一定卡掉嘅就。所以是用小英，伊唔是小英，伊是嚟度咧，我朋友畫喺度咧。所以我放擺水嘅冇物件，我放一個袋這邊咯嗬。係了你嗬，我一袋頭前咧嗬是有一罐細細罐嘅物件嘅就，我諗過，這裡我有一個迄個砂鍋子啊。哦，哈，係啦，有一隻BG三噶，冇物件啊，我有一個 panda 喺裏邊困掉啊，我就是for fun嘅，冇作用嘅。冇咩意思，係咪是講 pixie 啊上面啦？對，然後我叫到一個啲罐。我話記得擺水係條係一袋頭直咯，然後我係啲咧袋頭直一袋時一袋時時時格格，哇諗下，一袋時這裡是一袋咗，所以阿妹時可能你卡掉咯時候，一袋時咯，卡掉，所以我咪可以卡掉咯，因為你用掉我係人，所以一直對面咧卡掉了，然後我你怎麼係一個物件咧？我是係啲袋頭直嘅，一袋頭直嘅呢個。你好，頂一禮拜咧，我冇得冇數啊，我冇識你冇幫下，我哋聽到我先生講話咧，一朵紅噶嘛，擼來，你看，哎呀，擼落來其實，以前撲你啦，一句個物件，掉我頭隻眼，拔到頭殼，拔到條我頂個眼咗，我先知道，有嘅，聽嘅我就冇，我超冇當掉，我到頂咗，我超係掉我禮拜個眼，聽到我先生講話，一做咩數，一叮當掉，一句掉聲，除了一殺掉佢哋，好死啊！倒掉嗰度邊其實，所以我就是想就講唔只是做住俾你隨話。所以嗬，咱就慢慢講，即係咱後尾就隨便咧學嘅 episode 咧嘛，其實唔是嘅，白刀女入邊拿嚟拿鬼拿字啊。啊，是咯，我同你講過一個過節呢樣嘢過節呢樣嘢就，所以我係知唔是同你講佢哋歌數貴牛咧，佢講落音貴牛啊，我用佢哋。YouTube 嘅歌詞講可能聽得佢啊，我好咪死㗎了咯。嚇！對，我冇講對，我就是在拍數嘅講，你講啫。你㗎我講，你冇特別咧學嘅錄音冇講對。錄音是你冇講對，是 after。我格格馬上人講，咪嗰書㗎我講。佢 share 喺 Facebook 嘛，一俾係你劍虎。錄音佢熬得格死嘢。頂一季節對，頂一季節迄個錄音咯，錄音過後咧，我家己迄個下晡拄着迄個歌詞講互人聽嘛，講了過後啦，第二日早起我請伊來時，我胡思個了喲，你哦，後來我嘛客格掉咗咯，冇法度嘛，而家一般唔是講攰胡啦，我唔是講佢啲胡咪有咩感情嘅邊嘅，我 just 奇怪啦，是啦，誒讀青鏡咧，心裏邊我就錯掉講哦，呢隻名冇嘅了，如果我客格一胡嘅啦，而家我咪寫成詞啦，我邊注意，而家所我俾學業主佢就循環啫，咯循環咧，我俾線條胡嚟係嘛，我咪就要俾3杯線條胡咯，係咯，我 post Facebook 可能話本我叫俾3杯線條胡嘛，我俾3杯線條胡嘛，喺你胡定一禮拜3嘅啦，哎呦，所以我就要胡還是抗嘢咯就，誒，佢隻事咯，阿龍是你主要係咪數？我唔知。啊，是個都當胡啲就多，胡啲就多，可能講你胡啲就多，maybe 小姐胡啦。四年咧。我可能講胡啲啊，我佢咪跟我胡啲啦嘛，等陣我可能看。喲，咁嘅胡啲不啦？我成個都感謝一聲。你做咩寫落胡啲？哦。你來時就要出聲就冇被看到咯。OK 嚇。你是唔是係 Loki 一啲虎馬上係 Loki 無來？
阿龍啊，但係你真係你冇講話，講你 camera 冇補出嚟頭前，所以我冇看到蝴蝶。呢個冇睇到。我蝴蝶是到底我是冇看到你蝴蝶啊，成咁講。啊，看到咧。但係你夾出嚟是你冇出聲，後所以你 camera 冇補出嚟頭前，所以我冇看到。講緊開到啊。嗯，講開到啦，阿落啦。哦，你四年。แล้ว但冇驚咯，阿龍。OK 嘛？我但冇。到電嘅，所以有回嘅，有回嘅。三杯是 OK 啦，三杯。四杯 OK 啦。有ปั๊有ปั๊其實你嘢有回嘅，有回嘅。一ปั๊冇數啦。所以你呼吸咁樣樣。啊？一水上抓下。ปั๊未？伊水上抓。冇啦，你死一刀了，我就廿去死嘅咋，我死前期啊，我咧古仔係水，我係可以攞三節咯，可以水啲循環咯。because 是講，伊水裏邊可以循環性嘅，because 有 chlorine 你水係咪？你邊你政府水嚟 chlorine 較濟咗？你有迄個空氣可以像 bubble 出來嘅。我就是攞時啲空氣數，特別我同你講啦，我冇佢哋空氣本來啦，我定一刀佢哋頭一刀死個了嘅，迄一刀，我冇對我3-4個月咗 at least 半年嘅嗰種，我唔是講一刀俾先你個了對嚟嘅，伊是有當時啊死一杯，啊แล้ว佢就死一杯，佢就死慢死嘅嘛，แล้ว我就計杯一杯係落去，แล้ว計係一杯落去嘅。because 好未長命個幾廿年無死嘅咋，應該4杯嚟，4杯，伊未講長命都老嘢咋。好，第長命本是啊，OK， 1年啦，2年啊，第估就係呢，所以一直都有留起有時，然後同埋客家啦，俾一粒杯先至嚟，然後佢一刀是一名死個了嘅咗，然後一刀第二刀我去俾新嘅戶之嚟啦，幫 Facebook 佢上聲音可能看咧啊，伊個只死個了嘅咋，我少時唔知係咪數咋。我看到啲戶啊，你又梅南西啊？唔知是唔是一啲空氣嘅數咧？無夠 oxygen 嘅時候，我未必要記俾。是上抓雨水，你啥物湖來？上抓會死嘅咋？可以冷天嗰嗱，冷天無可能上抓啦，依啲行唔有 system 嘛嘢 aquarium。咪是講 infiltration 嘅做水抓呀？特別這種四杯壺，四杯壺。我春秋裏邊，我春秋佢。佢炒嘅物件，全朝啲嘢咪叫炒嘅物件咯。伊主要是冷嘅，唔是抓嘅。哦，無安尼看過切啦，安尼四杯壺。你是蝦米壺來？金壺啊？金壺對。金壺是只用錢嘅喎，特別 normally。你行咗你後尾我未 believe 咧，你行咗一個惡食嘅物件，走上黑嘅話，嘢膠。阿三，你黃鼠狂，因為睇隻頭啊，你睇下。你行咗一個惡食物件刷過嚟啊！特別金壺 normally 是食藥，係你爸爸嘅。嚇。有啦，我去淘寶 order 你爸爸嘅，等你爸爸嚟咧嚇。我隔幾俾錢我買嘅啲危害眾生啊嗱。我是似乎誒。佢哋人教我，嗰我湖本是嚟食別久啦。然後佢我去每個 aquarium 嘅人，伊講人用 face cream 啦，人用係咪 lotion 啊？然後人若是人去幫，伊洗手前去了，無啥無合袂，把你家使存入去。伊講 because 啊，你若是講你邊若是係咪？你幫了有淡薄油啊，人是看無，特別對迄個湖來講，伊會影響着。即係是伊講嘅啦，所以你我唔敢用手，我用物件，用物件可以啦，唔使落嘅手進去。比較有陣時你刷，嗰時伊物件冰啊，你我咪唔單止用手咁樣解做嘅嘛。對，我是春手，打春手去刷伊裏邊嘅。哦，未必未貴，你未必你只有 lotion 嘅上面要 add chemical 還是？安尼快咩？有影是刷掉去刀先，然後第二刀安尼解食啊？第二刀安尼解食啊？未必要需要 residue 到底下邊。有，我寫前期咯喎，我係寫個前期長注意將隻刀啦，係啦，過後要注意佢循環啫。你冇咩諗曬？學校新上面咪講。平常時我 normally 是
似乎點聲啦，新湖俾對那些嗬，伊浪咪拍頭佢係到陣時對，嚟可以係你嘅水裏面對，浪一嚟佢嚟背包嘅，放啲水裏邊嘅。啊，我不是我錄咗呢，我不是背包係了，我如果我俾對那時，嗰時3、4點我未記，然後我係咧我暗暝我個佢邊喺度追落去嘅，伊有非常沉靜咯喺裏邊，就是講一啲坐落裏邊，係啦，你坐落是鋪啲嘅水裏邊嘅，鋪啲嘅湖岸裏邊，哦，特別冇 oxygen 啊，有水有冇啦，特別你 temporary 啊，有啊，即係我你貴包面入碰碰嘅咋，嗰時碰碰嘅咋。你佢哋做啦，佢是胖胖個誒，而家yangปั๊嘅你物件是佢嘛？yang ibu 冇可能，係你細細妹湖。特別路甜水哦，路甜水啦，幾哪幾幾有啦，有啦，佢哋南西看你伊 angle 比較都係有水。啊，佢哋係有水，就係有水。冇我講，我唔是，有時講到十妹，你知啦，十妹裏邊死前頭妹，我個會了解咗，死緊了咗。你是第幾年嘅啫？你 last round 是1個歷史嘅了啊？你 before 你俾4年咧？哦，我是我俾 before 你講過以前冇試過，意思姑姑試一杯，姑姑試一杯係咩啊？把路奇怪是真假，意思，把路奇怪真假是意思一杯，是，了小杯一講咧，佢哋告訴這是㗎了。1個歷史嘅了。實到隔你啊，即係嗰是奇怪物件嚟，我諗咪講伊湖是唔佢，是唔是老師你數啦？是唔是？啊，你看，正常嘅，正常佢哋正常。因為伊老啊嘛，因為煮細杯湖咧，伊名煮大，伊是看湖嘅 size 嚟講伊 lifespan 嘅嚇。是煮細杯咧，有可能一個月伊樣就死去咗度，因為名是一個月呢啊。你我唔係試過湖嘅，所以湖是有嘅，到陣時。那是講類蝴蝶蛇啊，類蝴蝶大隻嘅，伊類蝴蝶。我其實俾茶會嘅，我頭一時我成個教嘅就我bằng bề mũi就水咗，因我所哋小豬本嘅bề mũi，特別嚇我記好我其實朋友或者講你燒你未識bằng你未識係bề mũi，你特別試過俾都教了，安尼湖硬過俾都教了誒，所以嘛，係啦，一般慢慢我就冇講只。係我掉啲，你俾鼻妹都俾人裝啊，隻就曬會時候，咁嘛，有人吹，你吹就，bằng啲可以係主要咯，係啦，要試一杯試個全國杯啊，我嘛bằng試我都冇數啦，我嚇人家跨咯所在，係啦，要慢慢佢就試挪杯啊，全沙杯咧，我之前你嘅時候就講我暫時咪當做沙杯性嘅，忙做輪椅啊，係你個數係講咧就沙杯至到試㗎啦，其實。Because 伊人講那是講你係小姐湖啊，伊湖係 stress。了 stress 了，伊就較快死。有可能就是安尼有只隻安尼實effect嘅啦，有可能。誒，特別啦，嗱，你告訴係運昂啊，你運昂啊，你告訴講咧，運昂啊。佢哋拋你面啊！蘑菇嚟啊，蘑菇看蘑菇，故意告訴講，諗咪明你地咯，蘑菇。安怎？有地咩？冇地啊！我講啦，你聊嘛。切！我未咁大本啦就。拜拜。我講地，故意告訴乜之類嘅嘛？咪佢特晚時較早人起來講唔樣，我講故意告訴咧特別無來，就更好驚，無對嚟啊！你故意告訴講嘅事呢？見住 hot 誒，hot 咧，把你個 happen 啊！把你 apple 個 happen。哎呦，笑來講。OK，邊咧我冇面食咯。OK，特別我即係講喺你是一個巴薩，社會巴薩。社會巴薩迄邊位是靠近檳城路，對啊，對。所以檳城路迄邊有一間老嘅正久了啦，開機了啦，係啦，開機了嘅啦，講起唔要緊，然後hotel 係伊是 hotel 嚟攞嚟名嘅，攞嚟名咧。嗱，咪講人佢愛做生意，人話去做生意啦嚇，然後叫我 invite 我去看啦，好笑，我本身好笑，然後人伊樣是搬走了，伊規間 hotel 伊那邊是 flat 嘅，伊有房間，是嚟樓呢，特別伊有20個房間喺那邊，一樓20間，所以細間嘅啊。你可能去港府這邊，快這嘢啦。特別奇怪嘅就是有包搭喺那邊。OK，所以伊樣搬走4個月了，
所以有一個新嘅business side on 資金啦。哦，是是俾用到呢啲所在啦嚇。嚇，用到呢啲所在。แล้ว我唔知啦，我是參人白白去看。แล้ว伊講有杜仙，入面有杜仙。แล้ว我唔知係咩杜仙。杜仙係咩嚟？杜仙啊，這我唔知係咩嚟。我參論咗就係去 review 嘅人講入面有杜仙。一個是landlord啦。一個是愛開店嘅人啦 ，OK， 然後一個是我啦，嗰一個是差唔多是朋友啦，我唔知是乜水啦嚇，然後我白白去看，然後到迄個店了，小妹阿妹問我妹講，係咪地方啊？檳榔路阿妹這邊才出名，人叫嘅，我講OK。點啦，就不定無出聲咯，定。然後伊講，特別真濟房間，搬走4個字啊，特別入面個村真濟物件，咧地攬個了，個地入面，叫人扣啊咪嘅，特別真奇怪。伊講叫我名啦，伊講你會 feel 到入面當今真啊濟擺真濟物件，我講擺係咪？我開門啊啦，入去看，然後我就講。近年啦，連病都不看病，叫我去看。然後我開舊啦，北京啲學得學整嘅咯。然後落車咧，我舊喺啲門。係是在路還是參樣白白規定車去嘅。然後去舊嗰邊咧，伊冇開伊白鴿拖嘅門，實際頭頂啊！然後入邊嗰個一個 padlock，個冚一個門嘅，就個真係 feel 嘅啦。成間都真係個別店有嗰啲 spring 嘅門哦。入，你看你啦，我都真係淡薄刺激。係 accordion 嘅呢？對，然後一開入去呢，哇！我講入面有一個 air 臭嘅 air 走出來嘅，所以就common sense啦，就4個字冇人大了嘅。然後我冇跨過入去伊門嘅時，我規身軀人就冷住。แล้ว伊個這landlord也衰咗，伊講講你看啊頭前杜仙都這邊，杜仙一邊啊個幾十仙就係咪幾仙佢？伊個landlord是 Christian 嚟嘅，แล้ว杜仙是咧豬八戒嚇，對啦豬八戒。แล้ว我都講冇奇怪啦，佢都做這生意都愛做。哦，陣間他試過，他白片咧嗬。白片，แล้ว我都淡薄講刺激啊，唔知是心機啊，炒杜香味。嚇，แล้วแบบนี้นะ伊講咱行去後尾一間房間去開去看愛安怎 renovate แล้ว叫我去 view 看有蝦米物件無蝦米物件冇去後尾行是伊開會咯，開會㗎啦，person 嚟開咯，แล้ว有啲是別多啦，แล้ว有啲是上個 on air 係啲 LED 啦，啲外口嘅就好笑嘅咯，是人點暗光嘅係啲 red bulb 啦，啲外口特你旁邊冇嘢咯，真好笑嘅咯，即係講你 occupy 伊人就開燈嘅咯。哦，即係再講啦 ，occupy 人啲做條樹啦，成個 on air 開呢燈就是 on air，แล้ว嘅時一時人佢都傾講我同埋講自己朋友喺度講，喲，做乜阿妹邊看到人開紅花，安怎自己去開？都冇人啊，都冇人啦，安怎去開紅花？แล้ว自家人自己咧已經愛水講有貴嘛？有貴哦。แล้ว我講有垃圾物件，แล้ว當然人當然是安怎愛行去阿妹嘅時行去頭前見看，แล้ว伊來落就點啦冇出聲，แล้ว我看第三間先咯，你做咩事都係講第三間唔會話。唔知我講我有 feel 到講第三間你去看是較清氣啦。哦，你是實在咧開出就是講第三間你冇講第三間我就講第三間冇嚇我冇介紹。แล้ว我講叫人去看第三間，開出來嘅時候，我覺得講我覺得講伊有包搭入邊嘅嘛，伊包搭嗬紅險嗬會轉喎。哎呀，隻喎，你睇啦，人個刺激咯，唔要呀，嗰時候等我講咪偏家己先，個唔要你去看無規間房間是垃圾噶，你會驚人嘅，แล้ว你會看到你地攬食咖喱啊，係咪食本有嘅真。
搞啦垃圾就對啦。然後嗰陣我企到行出來，然後講聯絡講，佢去後尾一間會看，然後說看埋佢真咱就會使了啦。啊，然後我行去後尾看嘅時候，風險我唔知啦，啲我係 vision 入邊，我是冇 vision，特別我係 feel 到講，頭前就是有走卡。哈，一個影黑黑的，伊頭毛吼上加卡巴星的，唔是卡巴，卡巴星的頭毛啊，你看 QQ 哈 QQ 的時卡卡徛在迄邊位，呀，哈，了就是規身黑的徛在迄邊位就對啦。哈，了，我都你有感覺咁講哈？無啦，我點咧，我朋友個咪數讀我伊講。你看到前面有東西是嗎？我講我不知道，我都忙的，我看不到。然後就是我看到咧，你講OK 做啦，應該伊本是看到。哦。然後然之後咧，我講看去頭前啊吼，看到對迄個圖線吼，迄個圖線吼，上加伊咧，多隻咧，迄個可能唔是伊個頭毛，是伊個毛來誒。你有去幫伊咩？當你知伊個圖線咧行？看戲就會知啊！所以甲你講你豬八怪啦，西遊記你看下豬八怪一百噸咁樣嚟。你冇叫個二師兄啊？你看，係咩？二叔毛毛菇就是大師兄啊！係咩？行有鳥甲你講 feel 到那邊 at least 啊有4個隻喺那邊。本是豬八怪啊！一間房間。唔是，我應該是查某嚟。了交尾間愛水伊間伊就有來問我，伊拍電話過後對住我display 伊拍電話問我，伊講都看到物件，我講應該是有啦。了我問伊講，到底你同伊愛水來做蝦米物件？佢適合無適合？伊講我問伊講，時時都愛做到啲 hotel，嗰是 Airbnb，伊講無。伊是講愛做做 baby 嘅物件。哦，嚇！然後我講應該是無受創咯，安尼看我甲伊講。然後伊講即個物件安怎請走？因為我，OK ，OK，第一是第二個故事了。然後我話講你拍好一群人咯，一拍人使。唔使，就是邊領嘅出名人嚟，伊怪 OK 啦，伊是做隻愛本，然後特別我唔知講伊真正嘅伊 occupation 是係咩物件啦，我就講伊係厲害做隻呢，應該伊做中醫嘅，然後拍電話伊呢，喲好潮咯，伊起檔哦，係咪到啲電話起檔啊？哈，當我一起檔，我想去打獵，你看我。了我再去檔。伊講係你。神話，講神話。哈，講神話啲邊。哎呦，阿彌陀佛，我啲邊講起，伊開隻 speakerphone 給我聽。伊講因為伊 call 我嘅時，然後伊個另外一隻 call speakerphone call 嘛，然後所以我會聽到伊講係物件啦。然後講了，伊講伊點樣 keep on that 迄個 language 咯。แล้ว我講我甲伊講，我講師傅，我講你講人話會使喎。我甲伊講我倆未曉聽，我講我一個朋友未曉聽，啊同佢安怎嚇，了伊甲 calm down 一下咧，伊講愛車會使。電視愛車，人愛看電視時間、日子，甲了較好，甲會使車。毋過你附近店 at least 真正濟有時呢卡，特別是互幾大啲那邊位了。伊講袂使四山來，伊講。我人都講起淡薄仔啦，去給我會攞嚟人。แล้วอีกอย่าง set on 拜字去แล้ว冇關我事啦，一樣自己拜字自己去哦。哦，即係 coming 嘅拜字啊！即係 coming 嘅拜字。你個家你話晒你一個家可以睡咩？你咪叫買睡北京。偏。cheap。
偏濟咯，偏正濟，แล้ว各位一個攞你伊聯絡我過後咧，都叻啦，伊有拍電話來啊，第二擺打電話，伊講阿強啊，我相信你會看到物件，你會 feel 到物件，特別都問先所教我 customer 講咗，特別你嚟邊啲學勁講，我就講後邊我冇講那自己，但我唔會講，如果有幾件安尼款嘅物件，伊講濟咯，伊講社會頭一邊頭前有準嘅頭前有3層樓嘅。伊講我是有差唔多有10幾個月無睡就去了嘅。伊講來去看賣，到時靠補幾那幾，所以我家己 feel， 但係笑哇，這幾個數了，你自己是係幾些數嘅了，啊，你無辦大本有啊，但係甲我講，伊講啊，你來去看，來去翕片咪會使，伊講，哎呦，啊，zero。邊啲學勁 gathering 頭邊啊？哎呦媽！哎呀，唉，媽，我驚。我正到我邊我講啊，我嚟寫本。冇我正到所開嗬，有差唔多10幾件一叻過去。嚇，所以伊本是會叫你去看。入面寫抄了喂，入面寫抄了 ，heritage pattern 搞了喂。哦，所以有啦，伊講把隻愛開門一叫我去看看啫。就是安尼看過有哦。然後我就是真係好奇心嘅，就是講我頭一擺去計了，安尼 I mean。你頭一擺去咩？你點解冇去過啊？冇啦，係你是真有嘅啦，買嚟看啦。我哋講這是無樣嘅計了啦。伊人搬走去別位了，人搬走去別位了，了就是啊，可能。我每日特晚嗰人看到你開開嘅時候，伊會有看到，還是人冇去插嘢？冇看，人去看面書時就看㗎了。唔過伊人嘅書嗰時好似種黑色嘅。哦，你覺得圓就第一眼咧？對，有一個白點嘅點咁樣就奇怪，佢哋是叫到外口嘅嘛，一個板一個木板嘅頭前位嚟嘛。了奇怪，佢有寫 number A1 B1 C1 啊，可能 number 嘅，人講有過嘅，所以無人去開，伊 switch 㗎啦是 off 掉，但係一定是到。所以 switch off 特別定到。所以當然係等人講係叫人嚟清搬走了清理了較看叫 contractor 就去嚟卡房經門。你朋友坐落去是 because 一在路會使佢sense成環很難嚇。唔佢都叫佢哋愛累嘛，都叫我免累嘛，有時嚟看你嘛，愛寫嘛。你有安怎做啊？唔知有冇做過？冇啊，然同佢一樣愛卡掉聲咯。我是想就是有啦，我想就是有，還有我係頭痛，頭先都講頭痛啊，有只垃圾。我冇頭痛，我本就有啊啦。我係頭這邊我。喲！爭我揸白掉冇好啊！就對對那是等期嗬。唔係，我唔揀咯啦，我下邊做 recording。喲！是頭對邊慢慢行落個有聲啊！我學你話錄音，係兩個自己錄，我到底個考拍但係學人。我應該一句拖卡嘅了是係啲面啊，啊咪。唔知咩 rubbish， 我冇唔知咋。潮靈哦，你是講係你三百郎？三百郎喎。哦，係你CD嚇，係咩？河沙嚇，河沙嚇，係你我唔知有無啦。我就是在講嘢白搭正惡啊，唔是白色嘅。哇，嗰個白搭個啊！有白搭有係試水營養嗎？我諗下試水鴛鴦對，試水鴛鴦試水鴛鴦嘛，喺那邊嘛，做伊嘅旁邊是冇講正大啦，總之係一個queen size 加一個旁邊，sorry 加一個 toilet。哦，安尼大呢？做同樣樣就是愛卡掉架了都冇法咯，成請走一個陽光性咯。แล้ว就是掉下掉嘅就是迄個
很人唔知從忽然間講嗰啲神話，唔是神話，係神話啊，神話嚇，嚇，有好魔鬼場咯，估咗魔鬼場真有嚇，然後就是我隨看神話，安怎係聲，我去 YouTube 隨看隨掉，安怎睇，安怎帶埋 YouTube，安怎 search 嘅 search。我意思翻文就安怎拍背啊？唔是背，就真唔是想背，然後係人笑個半死，唔是嚇？係咩？翻文係咩意思？係啦，普吉巴樓下，嗰度落係。Sanskrit。翻文都丁面。嚇，翻文是 Sanskrit 啊？你我笑咯，翻文唔是木嚟，是木嘛？你唔是木。有見到教我講哦。你我 post 人看。Sanskrit，特別人講嘅你線話佢唔是 Sanskrit。伊淡薄 ，OK， 叫杯我是聽出來啦。伊講嘅幾哪裡物件，我捌聽過。伊是密宗即個教，密宗 Tibetan 嘅伊嘅教。哦，但係是 Sanskrit 啦 ，Tibetan。哈，係咪嚟？電話俾先。 The Sanskrit language. 我聽 संस्कृतं भाषा Numbers. एकं द्वे त्रीणि चत्वारि पञ्च षट् सप्त अष्ट नव दश Greetings and phrases. 特別即係冇成個線話是起檔嘅時講嘅話線話冇成。講係咩？伊上個當 speaking 嘅話呢？真係咩？伊講噶真係咩？你叫杯伊在講，你在我是住住。我嚟講，因為啥啦？我一口嘅，我一直頭講係咩啊？伊講我是四大天王之一，即係真正關嘅神。四大天王，四大天王之一。你黎明㗎，你劉德華。唔是啦。sakura 哈，哎，知唔知呀皮牌？是呀皮牌掉呀河水啊呀河水，一粒個粒嘅嘛，你係咪？係乜？MC 係乜？哦，只呀劍，多，只牙尺啊，拖可能一隻牙尺，知唔知啊？牙尺。毛毛菇，他媽路唔是講伊是豬八戒嚟咩？冇，這是梅事呢，只 can 梅事呢，拍電話係你，拍電話嗰你掛鬼係你人，講安怎去切掉係你洗手㗎了，你看，你冇講下你話啦，你有年時嗱範文啊，你講 introduce 一個幾時去做嘅，你我能講幾隻啦，你看到。梵文原來是 Sanskrit，然後被吹咩 ？Sanskrit 起檔起檔叫做咩啊？我被吹阿毛話咩啊？起檔我都講啊 ，trans 是變性咩？冇 TRANCE 哦即係 CE translate。कृष्णाय वासुदेवाय हरये परमात्मने प्रणतः क्लेशनाशाय गोविन्दाय नमो नमः आपादमौलिपर्यन्तं गुरूणाम् आकृतिं स्मरेत् मनोरथाः श्रीगुरुभ्यो नमः हरिः ओम् वेदोपनिषत्सु यादृशं ब्रह्मस्वरूपं प्रतिपाद्यते इति विषयमधिकृत्य कानिचन वचनानि उदन्ते 我真係有聽，Q 我辦我都冇驚，自己聽。Sanskrit 是講老嘅複雜，language 講老嘅 language。古仔印度就是用這個 Sanskrit 嘅吧，係 Sanskrit 嘅。尼泊爾嗰邊。哦，這是你 mantra Shiva mantra。這是咩歌？這是咩？ॐ मृत्युञ्जय परेशान
哦，這我 double speak 我未記，我 double speak 咧。這是做 yoga 是做下咧 Kama Sutra 啊，哈哈，哦，這是伊個Shiva mantra，哦，做布拉達呀，yoga 咩啊？哈哈哈，得 ，OK， 誒，แล้ว嗰時呢，我就知嗬，我就知，我個 interview 我係 friend 了，伊甲我講過呢，就幾個數我未記得了去啊！你講到講就 Sanskrit 嚇，我個想到伊個數，我不知道要去 maybe 落伊咩現時 translate，because 伊比較講福建話，伊是印度人。你自己都是去ด้วย friend 嘅，ด้วย是，哈哈，對對。呀，唔是，他只看又講福建話，我講我只看的是伊個我個嘅朋友來，伊真正。伊只幾個數誒 ，because 伊個爸是只伊一世人爸 forever 是上去掠鬼你看嘛，所以如果細漢個大漢，伊在一般面是無地，就是去人叫伊去掠鬼誒。我在伊只幾個數，所以上擺我頂當未講過鬼哪裡好人聽咯。是講我未成日叫伊講過嘅咧，我會記得 ，because 我真未記啊，我會記是會記講伊一個就是講咧馬蘇里咯，一個。聽到我 try 講過，咪講過是差唔多是不是呢？伊馬蘇里是伊紙接嘅，然後我會記曬伊 highlight 淡薄呢，咧伊就一出來呢，我出來就伊咧轉了意思嗬，伊落去是成個隻人 boom 掂落去追，你看伊係已經 boom 起來，你看個了嘅。特別我未記detail啊，所以我講個無咪 high 啊，所以我不知是我去每一個教人講過。佢就係講過一道 repeat 一道唔使 ，because 有啲人捌聽過。我會記是伊指上一時啦，伊指會記看到伊身軀，到底伊身軀會浮出來了，伊家己掉到伊指到啲厝頂去看落來，看到伊家己身軀啊，可能咯，係你out of body experience 呢？這哦，特別我未記，我唔知咩事，我未記人甲我講幾個數，我是未記嘅就。我會記曬咧，係啦幾點呢？嚇，係啦幾點呢？我未記。個另外一個嚇嚟，before 啦，冚底咁樣咩講？即係本身唔是記住這是到即攞三禮拜來邊發生嘅事。嚇。嘅，因為我 follow 掉一間一個查某啦，佢本是 friend 嚟啦，然後佢伊本只一直有感情嘅問題，這是對調伊嘅 case 啦，OK。然後伊本大隻會拍電話我，甲我講伊嘅 problem 是係咩物件啦，然後我 try to calm me down，甲伊講。It's a relationship problem 係咪啊？relationship 嘅 problem，然後 OK，然後到好，伊方向個拔到另外一間大波，一間大波咧，伊是 one of 伊按種做工那邊嘅即係 interviewer， 即係 interview 嘅人嚟，然後即間是伊是一間老官嚟，OK， 是呢印度嘅老官，啲人變輕嘢，即係後生，然後有淡薄歐巴碌嘅，然後我依度歐巴碌係咩？韓國人嘅歐巴碌，韓國係嘅嚇，有電頭毛、橋頭毛，我想想會 Oprah Winfrey 嘅 Oprah，歐巴。歐巴 ，OK， 歐巴，แล้ว依度計講話，特登咩12點半就打電話嚟啦，打嚟啊到2點，แล้ว我就坐住我朋友間就冇要淡薄 depression 咧，我就坐去介紹伊看老官了嘅，แล้ว9點咧伊按食藥了嘅嘛，แล้ว伊10點幾就食愛困迄個士兵嘅，即係困藥啦，แล้ว伊12點半就打嚟哦。แล้ว伊有計我前個 friend 有計講，我愛困了，我食藥了，因為唔要緊，我同佢講話，我開你心，唔過你有即個 problem，relationship 嘅 problem，感情嘅 problem，然後講咧，我朋友就咁就刺激，都算是有意思對我，特別我人 filter 過啦，伊前大波是有淡薄，伊是標友嚟話，我人會 confirm 啦，QQ，OK， 所以 QQ 嘅咯，所以冇可能都愛靠伊嘛，然後伊頭一擺就送花互伊喎，貴薄嘅花互伊，送出去。即間 doctor 送互，shit， 哎呀，對，佢叫破卡冇卡嘛，OK，你就送花，
呢度生花學請查某咋，朋友啦。然後呢度講啊，唔是我是被選生花啦，我生女嘅。啊，不要緊都也去，只是愛好女歡喜呢。然後佢去過了無數過一個過了3-4日，然後請大伯哥在也還沒可以啊，也EO 就是 essential oil，係叫咩啊？係咪油咧嚇？係啲朋友。香精油也攞罐可以咋，也攞罐可以唔要緊。然後一個底就係all 係 plastic bag，OK， 但係也可以是咩9.幾，然後也可以是冇落去講到係卡多嘢咯，講動嘅講到是只綠罐嘢嘛，冇啱啱嘅嘛。然後伊講係咪嚟？伊講你也去就對了，但係伊唔敢看伊咯，伊也把就唔看伊啊，請打波。唔敢呀，正白看。打波唔敢看嘢是雜波唔敢看嘢。唔打波。哦 ，OK。然後也可以啦，伊無雙雙也對去啊咯。伊講唔知係咩物件，伊講以前打波無解講會協調女嘅，會幫忙女嘅。你無也去，你伊看咧學啦做攏唔知是係物件，你無去到伊厝啊，伊開出來伊講，安怎是油精油喎？你無看，安怎有做一個？紅光嘅物件喎，嚇！你依個講哦，依個詞就去 Google 成一個 brand，咩事啊？南西，係咪烘？一烘啊！你一去 Google，伊講哇，伊講啊，真攞罐真貴嘅喎，真 branded 嘅喎，然後依度起啦，依個都對看，伊拍電話我。伊講一間人送我即個油，然後即按怎有作上啊紅光作啲邊嚇，然後我講我就直頭解講，你慢甲我開，你慢甲我味啊嚇，你講也幫佢邊啊食，你驚啥光頭？你可能你嚇就是 exactly 啦，伊笑到對，伊個蠟燭籠，伊看好伊蠟燭籠有些大粒作啲邊，就是啲紅光嘅作。嚇！你依度真係無咁穩咋？依度去看好好一掛無少嘅喎，是開過了嘅。你依也譬講去味，有，一掛口嘅掛，強企了，伊味到夾節呢嗬。伊我講講，伊拍電話就起來甲我講，我淡薄 problem 了，我講係咪做？伊講我起笑了，我做咩事起笑？伊講唔知有物件來甲我講，叫我去找一間大波，唔是找一間大波，找伊個 boyfriend 介本手。介紹咩？伊真啊 bad emo， 真啊介白。我問伊講，我頭先問伊係咪先？你只愛會？我每食要買，伊講食了，食一粒了，伊講未 control， 伊講嗰時愛起笑，我講 OK， 你去食誒，然後你迄個油你放到落，你做蝦米事喎？伊講無，我就買味淡薄呢。哇！伊講伊味淡薄咧，我就起講咧，我講同佢都放到落，伊講伊放你袋落位，聽我話啦，伊放你袋落位，我講 OK， 唔要緊，同佢都去外口夾夾聲，拍一頭者，買做蝦米夾冇買做，袂喎，一直頭落去，一直頭換車。佢隨便打波小咩喎？隨意當見個 boyfriend 啊！當見 boyfriend 小咩？啲幾落大漢喎！喲嚇！啲幾落大漢喎，小人嘅那漢喎。然後我都奇怪啦，伊早起9點幾卡電話啊，等個下晡4點幾嘅時，我卡到對可以，伊啲病好，伊講我唔知做咧，係咪物件？伊講當見我 boyfriend 講我起小條光頭。嚇！然後嗱。就好勢啊咯，6點幾請大波打電話來，doctor 打電話來，你有事喎，你心情較好唄？所以啊，是真刺激。然後 OK，但係你講你老公是 BRU 嚟啊？你講，呀，特別講做咩水果伊嚇。嗱，之前大波呢，伊 before 攞嚟拜，我講你講攞嚟拜，伊計 contact 啦係嘛，報名搭名12點半到2點可以啦，下計。特別伊隻查某仔伊是 QQ 哦，伊唔知，伊真係無攞嘅，伊無係你 feel 嘅。然後你特別女仔啦，唔過我人去看伊小英嘛。伊 group 伊上 Facebook 上面人去八伊啦。
嘛，唔是免你錄去經錄工作看一部花都會了嘛。哦，你一干了嘅時候，應該到真刺激嘅，有蓮花籽嘅。蓮花籽是啥物嚟？啥物是蓮花籽？蓮花籽唔要緊，有陣時你嘛是有嘅，你英國人你冇一蓮家真驚人嘅，一蓮家真驚人。哦，即是你自己看的，伊家裡翹翹，然後你在冰家裡翹，那卡住翹嘅嚇。哦，特別你自己嫌疑啦，你唔是看到，伊唔是成個。唔是，冇了。Of course， 我一人是未 convince 到伊嘛，了我就是愛 send 互家人看嘅嘛。了管下你查某嘅家人講，你未看到你安怎看？係啊，我愛是愛嘛。哦 ，OK，你可以 describe。別，現在冇想 ，OK， 嚇，了，我講到啦而家嚇。冇你講，我下對，伊家講內禮拜咧，都就伊家講嘅話嘅了吼，是真 negative 嘅。伊家講，我介紹一個教互你，即個教會幫到你講，佢甲你斬桃花、種桃花，你愛買我 send 互你一個 group， 啊，比如就是你站了你真歡喜嘅，你咪為到一個愛情嘅事，對你無歡喜。我不是貴人來，我4個月之前我把你只家人分手，我真 down 嘅，所以我就是參加到一個教了，斬了桃花，我真歡喜，我無嗰隻想意了，嚇，斬桃花所以一定咪。針桃花，哦，針了一桃花呀！對，針桃花啦，人講啦。哦，針桃花 ，OK。所以事實講，你成日講你 boyfriend 是 girlfriend，你直接笑伊，你去做就一針喺對去對見去，你冇去笑你 boyfriend girlfriend 嘅意思。OK。對，了我針掉伊啦下簽，然後我被寫起來啊！我知道我被針桃花係鬼啊！我講。即係當兵先浸喎，阿佬嘅實寫係話阿佬浸桃花，嗰個正桃花個嚇，嗰個正嘅有啲浸啊，嗰個正嗰個浸，我別叫正嚇，我飲桃花冇夠正喎，我別正。哦，單啱正嚇，正嚇，飲桃花喎，呀，唔使，我 send 好啦，喺你 WeChat。呀，你嗰隻 keep 鼻咧要啊定？看你虎無事，你虎就配掉出來 attack 你啊！跳虎啲跳就 attack 你，格你解啊！你成日做 SPA 時搞你開虎，突嘅呢？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แกจิ之間查某 boyfriend 呢？之間查某嘅 boyfriend 呢度採去上標咯，去邊位？佢 bless 了，唔知做咩啦，了伊個也好攞棍物件去咯，essential oil 白也去咯，也去一直到迄個廟位呢，即是講迄個網啊，解卡破了，解也去黑格掉。哦，你看咯，所以用即係就是卡 OK 啦，了就是真係奇怪嘅，伊即個 doctor 定唔 call 伊講你 feel 啦，安怎？你鼻啊，安怎？你會較歡喜淡薄。你唔捌，你自己讀老官嘅啦。即係老官我唔擺，哦，你是成日就冇同你講開嘅時，就冇同你開小嘢咁啦。嚇，對，你 private 你叫啊，成日我係講。哦，你講人頭嘅嘛？對，你講同埋人頭好快。人頭啊，別使講，大郎姐。OK，唔係見到 private 你叫啊，而家。別使講有時候應下一下都叫伊姐。豬豬，別使講，真係制白嘢咩？我唔計講啊。哦。嘅搞咯，死未使講晒一個佢四人制嘅定嘅，未使講入我話你基本啦，我未使講，我哋喂發酵都叫未使講。你未使講呢個字物件啊嘛，你講法嚟物件菜。OK， 冇少少就就別就就。有呢是 end 到。阿龍阿 John 愛，阿龍本愛。阿龍嘛咧愛，阿龍愛阿哥誒。冇啦，你啲時我解睇咩下？同我講嘅就冇可能。都未見過老官，都未聽過過老官。一隻奇怪，前 doctor 有一個
哎，我一條 strange habit 了，搭搭自己先你媽看戲嘅喎，一人看10點鐘。有只人冇啦，有只奇怪咩？我有拄到安尼朋友喎。冇，因是 no，你佢一個禮拜攞到 OK，但你啲病人都搭一拜到禮拜都本去看，你看咩戲？哦，你上戲都 repeat 咗，maybe 去困，伊入邊困。哦，這我不清楚啦，我不清楚啦，係啦，真奇怪啦，真一真刺激嘅物件就對啦，係啦，所以伊這個油呢，我就是講，你味到咧，伊會互我 fans 起笑咗，冇虧啦你啦，外口味啊，伊無伊味外口呢，伊味外口，伊就是講看到伊誒，真無笑嘅。一頭專業嘅歌會使一頭開了誒，嚇！了根本到沙拉咧，就是食應你味過個濟喎，你個有我起過少個咯。哦，maybe 啦，你就是你把伊豆包朋友本啊？啊，豆朋友我唔白咧。嚇！你要本教我講伊條講頭啦，應嘅條是條講，佢講賣去挖喺大波咧嘛，賣挖喺 doctor 咧嘛。嚇！你看咯，了喺查某度無信，喺查某冇感覺就講喺大波引導本啊，喺 doctor 引導本啊。誒我未講啊，你講就捌聽過是講在關係家用講頭嚟為只人暑假，還是做學金整隊你看物件？我有聽過呢物件，我本上是講有喺你考慮嘅咋。我冇明白本咯，是講我唔知安怎解，安怎做掉人暑假？你講世界無你鬼怪怪嘅物件啊，特別有人做掉呢個物件喎。比成個我聽是成個講有咧，頂當時就有人講過本咧講。差唔多講about講伊唔知是伊個查某水水上面咧是計做，即係變做成隻老嘅，就是差唔多講嘛，你可能告訴嘅，我未記，我都話到成日看啦，我聽佢告訴我是未記嘅。把這叫師傅起來啦，咁樣啷個師傅？伊是南方嘅嘛，南方都是有關係到上筆甲公頭嘅嘛。哦，冇意思。我去菠蘿樹嘅機關，一個月嘅錄音軌伊係起來哦。伊變咗兩人嘢事咯，就出名嘢。對啊，本來好緊嚟先。繼續來，繼續講，繼續先。我係聲啦。哦，咦，真冇咩聲嘅你聲，大媽講嘅成個插鼻虎嘅聲呢嚇？我偷出來啊嘛，我冇用麥啊嘛。咦，你聲就插鼻虎嘅聲，你讀環境好。冇啊！我上說就係我唔用乜嘢，我冇一分，我偷掉一分。別人講幾個數啊，是人講直接後尾一集啦，人幾個數，白刀應該冇講嘅嘛，邊啲好嘅？我是冇俾別人啦，都計係邊樣咯？係咪？Hello，咁我講講，我條小影啦。哦，你見到咯，喂！你看到我冇看到？冇啦，你看到啦，你看到啦，咗5.5了。嚇？咁大嘅。iMessage，iMessage 冇貴喎，你冇看到？我冇看到喎。哦，我見啲。啊，有啊，你冇接來嚇？哎呦，嚇死我啫！我看到 OK。我冇看到，我冇看到。唔是阿龍嘅嗲啦。哦，啊，即係冇咩上韓國人邊呢？哦，唔是韓國人啦。我講歐巴，伊講伊歐巴碌係嘛？哦啦，伊是上個節香港明星嘅可能。我老實甲人講啦，伊because我是大啲韓國人啊，伊唔是歐巴碌嚟，伊是日本人嘅邊嚟嘅，伊唔是韓國人嘅邊嚟，叫。這個是日本邊嚟，唔是韓國邊嚟嘅。日本邊啊！我講歐巴是日本邊嚟嘅。你講伊是韓國人，我冇相信嘅。你講日本人，我相信。冇，唔是，有歐巴碌嚟做嘅家己歐巴碌。哇！也碌genre啦嚇。伊淡薄成個閃人嘅面咧，淡薄。好閃啊！阿龍，我都冇看到，大佬。
冇往未使講，未使即係未使。你講十拉西面嘅橋，我眼看。啊！未使，咱團到這些了。OK，伊成日都冇上人嘅邊咧，我看一看。伊上加一個香港嘅明星嘅面啊，反正。伊上邊number我看你目睭。Anyway，OK。我實際上都係名嘢，我實際上都係名嘢，當制伊名嘛時候。係啊，未使講你時候我制伊名。喲，亂計8年唔睇。喂，亂制啊，亂查啊！亂隻衰嘅買啦，我蒙古講買啦。特別伊做咩事？伊做哪個會相信安尼款嘅物件呢？伊對 boyfriend。應該應該伊家己即係嚇，有本嘅嘛？冇，有可能嚇。伊唔是 religious problem 啦，我感覺伊是伊家己，伊講伊本手伊真傷心，嚇，แล้ว伊去挖掉一個台一個其中一個，伊是唔是會用？伊是唔是 share 㗎？伊一間對朋友查某嘅朋友講，伊家己安怎解決伊家己嘅一個。掛伊個咧桃花可以斷去，嚇對。然後 maybe 伊即種伊即個教是就咪講，我一個朋友冇成日看幫未去，有時伊講嗱，你夾支攞罐油去學你朋友避啊對係，安尼款是唔是？嚇是 something like that，你看啦。maybe 唔是就點會係？如果伊是比較有特別，你安怎會知呢？你是看伊個咧手呢咩？我別無啦，伊，OK，actually 我誤會過一間查某，覺得伊個 friend 嘅伊個 circle 是安怎款嘅？所以就伊個查某是甲伊特別伊個，即係看查某無講未靠伊啦，無出聲個，我 suspect。對，可能本啊，這本是我人猜到嘅攞病啦。因為伊所發甲伊嘅 friend 甲了 BLU 嘅 friend 啊，講伊唔是愛靠伊嘅，伊唔是 BLU， I see，啊，因為伊無成錢啦，伊成講。特別有可能是係你日本咧，有可能是本咧，有可能是係伊只參加有嘅。可能是有表嘅嘛，有表啊！就 especially 話啲都係 friend 有你就係有特別咪是 straight， 你同佢以前有咁安啲嘢錄嘅，係安啲嘢錄。冇啦，特別我冇。住院，我樣就冇插，講就俾成日報，you know。所以人食 free spirit 安尼講。嗱，特別伊講佢即句哦，以前查某有問伊，伊講伊解釋下，即間查某 friend 講，伊講，一講啊，我無記到伊嘅 script 啊。哎呀，你知哦，有間查某咩暑假啊？咁2年我無暑假伊啊。特別下本嘅嘛，你參嘅朋友，嗱是我咪是有你朋友查某是教某，我就冇講咩，咪是講我是 straight 掉。冇問題是，哎呀唔知啦，可能我人太 sensitive 咗啩，係啦。是講你 feel 就掉啦，你個 express 嚇，你記得，然後嘟啦。無暑假喺你打波呢？有少少我哋字嘛，係咯，一能 OK，不要緊，就是講有少少。了解，แล้ว我ก็冇事先，我ก็去看伊 Facebook， 伊 Facebook 特你 post 啊，特你 post 啊，我甲你講有真嘅曖昧，講家己事嘅咋。maybe 參評會結束呢？哎呀，問佢個 Kevin 插伊啦，免插伊免插伊。我是會我看 focus on 伊係攞關油，所以伊攞關油係家己啦。佢個打破咧。打破咧，面是出來較濟個啊！冇味素，人講冇味素，就是樣。即係我 boyfriend and girlfriend 尋我 friend 啦，佢尋我 boyfriend，然後啲係你火種嘅級別，邊兩位有一個上撥啊，哦，什麼迄邊嘅
上不，古早747嘅富國邊啊，747當然有啲個嘛，747咪是喺你出對面咯。747富國啦。啊，伊嗰邊啦，嚇，對，我自己嗰邊。我咪知得咯，是得咯，我上邊 Q 啊。嗰邊有一個上不嚇 ，YMCA 對面 ，YMCA 對面。YMCA 就啲銅鑼位嘅。Yeah。呢就是銅鑼。銅鑼。係 Lister Road 嘛？呢是銅鑼咩？就咁晚都講慈濟嗰邊就對啦，嚇。慈濟我唔知道到咯喎。慈濟嗰個藤啊，成咗咗對面嘅。我等嘅對面啦，成咗咗對面啦。下邊有上暗咩？哦，你硬去攞對面啊？唔是，面是啦，上去啦，成咗咗晒，特別下邊有上暗咩？面是上，慈濟面是上咩？我冇，伊唔是講慈濟，講上暗啊！毛毛姑娘講上暗咯。上暗咧，上暗我在大陸啊，上暗意思就係伊Perak Road 下邊意思係你叫咩 Island Hospital 邊邊啊就落去啊，伊就啲多邊嘅是上暗。一條 road 叫咩？你知到一間咯，上暗冇講就係一間嘢嘛，意思每伊成日俾到啲 Perak Road 嚟啊 ，Burma Road 嚟，冇那時到啲Burma Road 是 one way 啊嚇。啊，對，one way 是破的 key 破的嘛，所以 key 破的就按正手嘅搞嘅，伊個上暗 follow me 對面啊。邊個你那邊有得當？我知唔知你我家己人當邊搞嘅上暗嘅搞，所以而家去上暗叫人解下。冇，迄上。安怎老直直講話，特別我冇聽到聲。我講，我決定等你，我冇。哦，我驚咗咯，我想你估個 attack 你哪拗？哦。我睇 attack 拍啲嘢咯。哎呦，嚇笑啊！迄個回想，伊講你家己 destroy 掉，佢很大部嘅卡打開破。你有冇想這個問題？但我未記補充，就是講一破嘅時候冇比賽啊。冇比賽，因為伊邊寫了是免費比賽，結果打出來冇免費比賽，deep inside the plastic 啦嚇。嗱，咧喺度入去黑格掉，咧伊回想就講唔係黑格外口，黑格那邊呢，只是啲即個廟那邊呢，三百湯。啷把即個若是有幾個故事嘅時候，我特別較早報名，同我講你別講幾個故事，啊，無我是唔知咁擺落埋落啊，然後做下啲一禮拜啊，時反正無幾個故事講起啊，是無幾個故事擺到就無落，啊咯 skip 啊咯，特別我在路上食，自家聽幾個故事嘛，所以我特別去拄下一句，我來講。我琴日去拄下一句啊，計起來變嚟學勁講話，講十幾年啊，講個時啊，無幾個事講個了啊，啊 ，recycle 特別有啦，毛毛菇就濟啊，毛毛菇常常冇線嚟幾個事嘅，你家己看到個影，我看到個影啊，較影歸較影，個影嘛，家己看到講。我看到就夠食啦，然後嗰個影者。啷這邊啊 ，OK，等我咱點名再看，這邊最捌看過幾個，看目睭看過，還是聽過、味過、感覺過。哇！哦，等我你講我是最人嘅，就是我多減啲，我係鵝鳥，我記到鵝鳥冇目睭嘅，冇面嘅。別使講冇有咩？得這你冇講過呀未？還是別使講？講過呀啦。講過呀 ，OK 嘅。你講過一道啦，我諗就別記啊。係咪啊 ？remind 我就係我冇咩記我講嘅。漢都加拉嘅，加多嘅。漢都加拉。像我們人嗰嘢。哦，漢都加拉一個我是from 4點先是。And then 嗰一個是在 university 所以就是我嘅 apartment 行落來是望啊嘛。USA 啊？看到上一個上一個白雲線嘅款嘅啊。我就冇咩記咯，咪記咩？
一个伊是小白粉线的款的 ，basically 伊是罗山老母人，哈呢白面上个白粉线就漂啊，哈呢穿一护理啊，哈那啥，是白粉的人啦，都无想到哈物件，你路行过时哦，伊是行通过路。呀！你拎走。哇，你要。我冇咩見嗰度講過，咩都特 Clubhouse 講都冇特別落 email 是講下。講嘢啊！哦，九沙字嘅，九沙字乜看過啊？唔白。琴日啦，琴日去除隻啦，你一時。冇，咁啲大家聽好，去幫你搞。你阿龍啦，阿龍你聽阿龍嘅幾個時聽盯住你買，盯住佢幾個時就聽掉咯。南西 of course 啦。阿韓呢？我把你部佢傾劇掉邊啊咯，好唔好 ？Yeah, shit， 有嘢咩 ？Yeah， 你 feel 到啊 now？我在都人 play 咧，Sanskrit 啊哈。我淡薄睇你啊睇哦。哦呀。是仙還是鬼？唔知哦。哦。唔使話俾做 renovate 嘅事都係嚟埋。唔係。我做下面架成ที่เป็น㗎。咱去邊 feel 嘅一擺。呢個做咩啦？唔使買嘢食Panadol，亂㗎啦，明日Panadol去。伊是實在 feel 熟呢，想去看戲呢，喺老官特特自己看戲。feel 熟了嗎？我要看下，讓做啲 reaction 呢，讓 Clubhouse 上都訂呢個嘅 profile 嚟做 react，安怎啊？就做 reaction 嘛。聊咯。我看，那是講咱捌看過幾個嚇，攏係咧骨頭人嘅，即我要做波嚇啫。看過 feel 過哇 ，OK， 第一人，但我 switch 位嚟看，攏變做骨頭人，哇 ，OK， 嗰係個知道，個人係個知道，我梗係看到你，哦 ，Jules 不冇看，Jules 是被胖嘛，被胖，哦哈 ，Alan 是小背虎，伊驚啊，Jeffrey Tang。誒冇咩事，劍湖捌看過咩？劍湖是伊邊啊咧，阿咧毛毛菇看到邊啊，伊驚。哦，你冇算啦，你是毛毛菇看到，伊徛到劍湖邊啊喎，啷個使起來講啦？起手起來咁樣講，咪是免地地 episode 啦咯。我冇看到 Jules， 你別拍。呢條威脅人啊，咩事啊 ？Jules 係地嘛？叫人定咧，白鹿叫人起來講。白鹿本唔是地地，OK，咁正波。冇啦。Hello， 你咩事？我正常唔是喎，後生唔是一點講嘅咩？特別，咱講無面講嘅事，講個句子就最。佢話我嚟一下，佢話咧，我都同佢新嘢啊嘛，你幾條床衫啊，當劍。佢話我都幾條床衫啊。哇，白鹿啊，3條。白鹿嘛是減條穿一條床衫。1條呢？你白走客山，你先買半條呢？你食屎啊！地冇情嗬。你看，maybe 攞條咯，攞條啦 ，OK。佢會減個啦，佢會減個。哦，特別你咪成日話，頂到都8條床衫喎，當劍減佢減咪成日算話佢%。減只借咯，減20 kg。20 kg。哇，恭喜！恭喜！我慢慢講，哇！至於我梗係生氣咯，好啊，健康。我 from 18 kg 嘛，18 kg 啦嗬，แล้วlast I mean Friday Friday 係去 hospital check 係春84。哇！對流話咯，慘了，我去10倍嗰時候，即係佢都流話嗰時候，我想死啊！我感覺就講應該是一個冚神了啦，一倍講固定3了。較健康，但係見到你哋 lifestyle 你健康，work lifestyle 較好得到 OK 啊嘛，唔講愛生買生嘅，你唔是講為咗重心做人。特別生了半，我 feel 到講生了個好超掛喎。我都夠氣啊！
嚇我有去喎，我丹田嘅會極。冇定到你要脫掉你丹田呀？我感覺掉咯，我冇啦。哇！你嗰個要實未掉一丹田。嚇是咯，砍掉嘛，要砍掉一丹田。所以你丹田未接嘅咧，你咪冇夠氣咯。對，即係阿涵會飽啊咧，阿涵。冇，你人啊 ，really 話 accept 掉埋 A 咯，唔要緊，加咪聽埋 A 咯。邊個是加咪聽啊？伊無法度一直要聽啊，伊無法度，伊無通走嘅嘛。哎呦，突然間冇咁聽，冇幾俾條長心咯。你係咪見到我問你衰啦？我代乜是撕掉啊？我撕我係長衫等陣 OK，so 第兩咪起來講咩？個數咩？係條路啊？冇啊，我唔是我等條路 next topic 嘛。哦，使小蛋啦，但是冇人講咧，使小蛋啦，那時候就是地地俾你學成，古機鬼個數。Excuse me， 班姐，阿妹他咪是別拍妹，他咪物件是丹田。丹田是 diaphragm， 人唱歌是用你 diaphragm 嘅 breathing。OK， diaphragm。你冇叫起來講 ，Juice， 起來講嘅鬼個數。後尾一個，佢係未起來哦，冇啦，咪咁大。快被起來啊！係咪下來？貓啊先，實就是人嘅貓，就是貓啊。我係貓啊，嗬！佢只陣就愛蛋嘅咯，伊會走風啊，嗬！走風啊，走水唔是走風。冇啊，伊冇走水，走風。咩是走水？走水就是講伊氣候啊，氣候對。冇啊，伊講嘅嘛，氣候咪鬼。伊講咪睡覺冇嘛，阿狗冇睡覺冇嘛。講嗰隻氣候嘛，伊個好咯。咧有啊，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จะตัดเลยอาแม่อ่ะตัดเลยอาแม่ตัดตันเนี่ยโยเสียนสีอ่ะหลังไอ้ขุนอ่ะสีอ่ะอีจะจีร้อนแล้ว咯แล้วจากกี้อ่ะสีจะบ่ไอ้ตันเนาะ伊阿妹是伴侶，是走水嘛。你真係咪再去飲？背個話，我小細漢個呀。嘛，冇啦，唔是啦，本是大漢咧，是講白鹿嘅詞呢。哦。一video啦。飲咗開下啲，一 video 一鳥放一起。OK， 買啊 juice， 冇起來講啊 juice。OK 啦。I mean, oh, I mean, what is 丹田? Oh, okay. Alright，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是第邊學嘅咧，鬼故事把刀冇講下咯，鬼故事能夠同我講啊 ，register 時候講，佢會講鬼故事，了時我講開無啦，做不了我哋啊，你講十句啊，我個自己個未記聽到個了，時候我個未記曉，我比較 retell ，sorry。有人成成只講鬼故事嘅。我是個聽鬼故事，就是because 有人在講鬼故事。你問講啊，英國中啊，無相信鬼人啊，伊講嘅鬼故事，我們就是個聽。你在英國中，我 favorite 英國中嘅鬼故事係咩樣？我冇估我面嘅講，啲 A 咩？白，冇阿球啦，唔係講，我好像聽一個講起條冷嘅事嘅，就啱梅嚇，因為有人梅講。梅話本啦嚇，講過講出條數，係你變性嘅，即是 transact 嘅 friends，伊人去變性嘅，OK， 伊人先是 consider 學鬼節先。哦，what？ 這個數？哦，嚇，因為這嚇，然後你講下陣，唔是啦 ，of course，意思講學雜博鬼節先咧，會去變雜博去，學雜博鬼節。Not only that，有時講伊人reborn 嘅時，伊人 supposedly 是愛 direction 去，佢哋 mother 不當位是講，佢哋 baby 是 supposedly 是雜博嘅，特別伊嘅 soul 是雜博嚟。แล้วอีคีจิบที่โอ้ซาลาtempat เขาในอีสุ so when อี出來了อี birth 出來了แล้วอี度กำบัดตัวก็ว้าว
我無暑假。人咪是只binary 嘅 society 咪成日看咯，打波是對，查波就是對咯，一半就是唔對咯。然後就是成個暑假打波嘅人，特別是查波，暑假查波嘅人特別是打波，所以變做 QQ 人就變做唔對。啊，對於人 binary 嘅世界啦，黑白世界，特別人嘅 sexuality 就 complex 嘛，所以。你看，你來講嘅是接鬼咧，那是講嗬，你再講是 straight 嘅啦，再講是 straight 啦，風險就出現是接鬼時哦，講哇，實查某，係你去下你就驚啊你。OK， 所以係人格分裂咧，乜嚟知？但伊有去做 operation 嘅喎，這是叫。冇啦，面講成阿 John 講嘅，伊會變做成阿講去講話是成阿查某，你看 maybe 伊人格分裂嘛，就唔是講就就是鬼入線本啊。掉本。掉本。人格分裂嘅聲未換啊。伊 different identity， 伊講話嘛是上些查甫聲，伊無可能變查某聲嘅嘛。Unless變聲咯，特別特別接鬼，我咪聽過接鬼人變聲係聲。你是琴棒是會咯，琴棒啊，係你話只驚。老媽會變嘅嚇。琴棒啊。你出來聲囡仔嘅聲，還是伊有係你打波嘅聲，查波嘅聲變打波嚇。嚇，有上個 whoever you know 嘅 habit 嘅就。對撇對，上外講咯，外講，外講，像一直講，伊是一直 pattern 啊，你看望起來是，伊本是正正正，一個腳翹起來，แล้ว頭安尼皮都現很。你阿上妹阿龍啊，跟住話叫文米婆啊，福建話是叫咩？看望啊，得好啦，看望嘛。琴棒媽就，唔是噃，唔是，死啊！依叫咩啊？我剛才講喺你面前，喺你 action 叫做琴棒啦。嚇，琴棒嘅人是叫做咩？老實講，叫琴棒嘅人 ，because 跟當我唔知啊，叫文米婆嘛。即係就是講未講啦，未碰一啲崩曬掉，嘿。OK， 是但啦，我未記啦，topic 上面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講嘅正性啊，知道時候會知道做邊啲學嘅鬼故事啊，不得應該冇講啊，有時講啦，有鬼故事就嚟佢嚟講講做啊，感謝，拜。I think 是比較上話數啦，冇啦，等揸第二 topic。冇啦，後季節就有啦 ，because 清明愛嚟啊嘛。話聲啊，有就講，冇就免講啦，明日別。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咩話？咩咯？哎呀，死！你是咋整嘅？反正我笑 music 個未放知。誒，再謝謝啊！我哋謝謝等陣。OK，叫到麥琴個。係啦 ，OK， 佢知道。哎呦，我真係謝謝，真咩？第二拜啊，第三道了。shit 啦。鬼麥叫到琴個。我知，你琴棒是 action 啊，你冷聲是叫做硬耳。我正看到伊，我讀到伊是硬耳，硬講伊應該伊是查某嚟嘛，所以伊唔是做硬講嘅，迄個伊是硬耳。哦，硬耳。哦，伊成個人記檔嘅咧，特別伊是唔近網嘅 medium 就叫做查某嚟嚇，即係硬講嘅硬。查某做我冇睇過佢硬講嘅硬。哦，我唔知喎，你講近網嘅人是查某嚟嘅了。有查甫嘅咩？我冇看過查甫嘅喎。問米婆嘅咩？有問米公嘅咩？冇嘅咩？硬白有咩？係咯，冇啊！嗬，那佢就是慢慢破嘅嗬。冇啦，查某嘅身體較硬嘛。嚇，較硬一樣屬於硬氣啊。冇查甫做嘅咧。哦，原來我冇講冇想到，就是查甫 profession 嚟。你話硬氣咪就係當我係使做。OK，咪講下咁上，你咪再見拜。